你这个什么没有讲，我也没有不如在这里乱讲啊。刚才这个林先生他有说啊，旅游游览啊，有名，我那我做查某嘢，唔是查某，查某嘢，那查某嘢就是讲，清朝时代。因为那个所谓的很多那个渡溪啊，开垦的，金穗开垦的，有两个家就是做一个查土地面积的，有个查某的，或1补2补，或者土地的面积，有两个就是测量在这里。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查米营啊，是查某营啊，不是咧查某营，那是查某营。那个是新疆地带40公来台湾了，像盖街，像后边营，就是查某营、新营、后埔营、下营、中营。这就是讲咱大概，机关呢是分类大，分类是咱这个机关特产呐，说啥呀，这是5分类你俩由来就是都是安尼啦，这鱼啊，